隔剩80几天，特别选举咯，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甲副市长黄珊珊今仔拢去登记参选。黄珊珊嘛邀请候选人做伙来辩论。陈时中，陈时中，阿3月透早9点，26个市议员参选人甲竞选团队甲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陈时中委我来到台北市选举委员会登记参选。 我要确定参选台北市长，我要把大家照顾好，将台北打造作一个充满希望、持续进步的城市。还在小朋友在看着，对啊，我们给予承诺啊。虽然小朋友现在还不见得能够听懂，可是从眼神看到，我们看到他们的期待，也看到我们的希望。现场有支持者赞声，嘛有抗议的人来唱声。好。 好，谢谢哈。伫门口演讲了后，陈时中甲竞选团队就赶紧去楼顶登记，因为连暝伫10点就换民众党甲不党籍台北市长参选人黄珊珊来登记。伟大市民，伟大市民。黄珊珊伫登记进前是呼吁各台北市长参选人做伙来辩论输赢。那更希望有公信力的媒体开始举办台北市长的政策辩论会，不管是社宅。 还是公安，还是相关的交通问题，每一个礼拜来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会，把候选人摆在舞台上，直接辩论，马上就知道。我们在物理上哦，要测那个金属的，测一个金属的硬度怎么做，就互相刮嘛，我刮你，你刮我，就知道。 哪一个硬度比较高啊？陈时中甲黄珊珊登记参选的同一个时阵，国民党台北市长参选人蒋万安是公布伊的4个市政顾问，拢捌担任过台北市的副市长。我们4位前台北市副市长，刚刚都介绍非常完整，他们都是对于台北市政非常娴熟，而且有相当的高度，在各个领域都可以为台北市擘画最好的愿景。 蒋万安甲4个顾问共同宣布，要将台北市打造成永续城市。其中一个顾问李永平表示，台北市需要一个谦虚带领团队的领导者，无需要搁一个假教的市长。记者林书豪、谢桂林台北报道。